按加字变大。按字颜色可以选，按字的按背景颜色，背景颜色也可以调。按左边箭头从头开始，你看速度也可以很快，也可以很慢。中央知道，一下子跳到最后面，哎，还可以有左右方向不一样啊！原来向右的箭头，它字会跑的方向不一样。因为电脑打字左到右，所以跑的方向应该是从左到右，往左边走了。直行的字啊，中文直行的字才是会往右移动。按 Start， 我开始制作影片。